主安静阮的心，有时阮的环境亲像这个音响，会有搅扰，但是求你保守阮，任何搅扰拢无阻挡阮安静听你的声。愿至圣的上帝，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会中，保守阮的音响，也保守阮的心神。主求你伸出你的手来摸着阮的内心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就亲像这个负责人亲近你的事，得到上帝你的怜悯，以命得到上帝你所想事，圣神的充满，传伫你面前，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，祈祷我所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圣经，特别是新约咧，讲起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咧，讲起一个查某人爱判病。那用咱现代的词语，就是讲伊的精血，就是讲伊的身躯附近人的血不断会有这个流失的这个情形。这是一个附近人的病，记载伫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。伫这个故事中间，每一个伫耶稣身边的学生，因所看到、所听到，同一个故事，同一个人，同耶稣，但是因所拄到、因看到圣经的重点。毋是圣经的重点，就是因看到迄个这项的代志，因的体会无共款。所以今仔日牧师特别用这个路加、马太福音第9章做主题，但是等一个牧师要甲恁分享，迄个故事写伫路加福音内底，伊无共款，因会看到。三个学生拢感受到耶稣做奇妙的事，一个负责人伫9年的中间受苦、判病。看尽所有医生，伊的病拢袂当得到医治。但今仔这个故事到底咧甲咱讲什么？咱特别马太的只有短短3节，深深吸引我。我问我讲，我敢有这个负责人这种的信心？就真侪人听讲耶稣有大权能力，所有真侪人来找这个有能力的这个先知也好，老师也好，也是讲上帝伊所特别重用的这个人子也好，大家人有无共款的期待，但这查某人当伊来就近耶稣的时，伊是带伊的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所拄到的人生甲信仰，什么上重要？甲咱有关系的代志上重要。这毋是自私。这是事实上，这个耶稣伊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甲你我咱每一个人，咱的需要、个人的事。耶稣讲：“我知影你的苦痛。”愿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兄弟姊妹，受事的感动，嘛是有耶稣的邀请。伸出你的手，抓了上帝的衫旗，望着上帝，关系对迄个所在，对信心来建立，能力。对这个信心来得到，关系对信心来开始，能力对祈祷甲触摸来得到。愿所有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生命的破口，你的家庭的破口，咱的教会的破空，这个社会国家的破空，就亲像凡血闹的负责人，伊心内安尼拍算讲。咱每一摆去做礼拜，也是讲咱每一摆读着圣经的时，咱感觉有一个期待，就亲像这个负责人，圣经马太讲，伊心内拍算讲，伊看到一个祝福的耶稣计划，伊应该爱有心中的行动，伊应该采取心中的行动，伊的困难，伊的需要，甲伊的人生才会受改变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对心中一个脚步。咱的祈祷，咱甲耶稣讲：耶稣，等一个我摕这个圣餐的饼，等一个我摕这个圣餐的杯，我触摸到这个饼，我就是望到你的身躯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咱，互咱伫每一摆咱望到上帝的时，一个奇妙的代志发生。高高在上的上帝，伊看到一个囡仔。有伊的衫旗，就亲像咱，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，伊要压头落来，要举落来，要用伊的手，甲咱揽咧。这毋是形容词，这是一种信仰，
的关系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恁用恁的心灵的耳孔，听到这个上帝对恁讲话。当恁伸出祈祷的手的时，愿恁真实感受到，这个耶稣甲你揽咧，甲咱疼惜，甲咱医治。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，因为当咱来就近耶稣的时，代表伫伊的诗篇中间，即句话，毋是干那咧形容一个教会真和好、真亲密的即种的聚会，迄种的欢喜尔。即句话，整个圣经耶稣的临到，拢在伫即句话中间。伊讲伫遐有耶和华所定着的祝福，有永远的画面。简单来讲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一个神圣的所在，有耶和华的祝福临到伫咱的中间。上帝的话要彰显伊永远的真道。伫遐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什么所在看见上帝的临在？伫耶稣的故事，伫圣经的记载，阁有伫咱生活所有的情景的中间，你相信吗？愿天父上帝今仔日，互恁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迄所在就有上帝所定着的祝福。也上帝早就已经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。顶礼拜牧师甲咱分享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就是圣神的充满、圣神的同在。因为上帝要点伫咱的生命的内底，愿天父上帝继续对咱讲话，伫圣神的内底，伫圣经的内底，也伫每一个咱所听到耶稣的故事。那安尼伫今仔日这个故事内底，兄弟姊妹，你过去可能捌读过这段圣经，我毋知。你对这个故事的印象是什么？去掠条对一句话，无论是这个蒙着，无论是耶稣的三句，无论是能力，无论是心内的话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开始来想，这段圣经甲我来讲，对我的人生来讲，有甚么种特别的重要？信仰的根基是对人的思想来开始，咱伫生活中间有无同款、非常济无同款的经历，有属天的经历、属灵的经历，嘛有属世间的世俗的经历。但是所有这的经历的中间，咱感觉真正敬虔伫上帝的面前，心内拍算思想。这个负责人伫伊的生命一关转变的一个真要紧的祈祷。就是当伊知影耶稣来的时，伊心内做一个真要紧，伊信仰的反省，伊心内拍算。我咧想讲，马太是安怎个知影这个查某人、妇人伊的内心的话咧？因为伫迄个中间，耶稣甲这个妇人所发生的代志，妇人并无真公开讲伊心内去想讲，伊若去有着耶稣的三支，代志就好了了。但是马太伫圣神的感动的中间，伊发现这个行动非同小可。这个妇人会采取这种行动，毋是大声亲像伫迄个圣殿门口，迄个变碎的人大声叫讲，代表了好的，代表了好的，就是讲代表了子孙耶稣啊，求你怜悯我。颠倒大声叫、大声发，更较重要，敢毋是？但是为什么这个查某人偷偷去帮耶稣？因为妇人人的病伫当时的社会是开不了口，见笑歹势，有私密性，伊无容易对伊的嘴来讨来讲。但是伊想，我若简单，只要小小的一个动作，我若摸到耶稣的衫。伊的能力，毋免对伊的嘴，伊的能力嘛对伊的身躯顶悬流出来。果然，路加甲马可拢有记载。所以当这妇人人摸耶稣的时，耶稣马上就挖头，伊讲：什么人咧摸我？迄个话应该是有怜悯的声，毋是责备的声。
唔是，你开救我的衫，唔是，因为耶稣伊感受到一项有能力，上帝的能力对伊的身躯出去，伊知影有需要的人已经得到，所以耶稣咧问这个问题，应该是充满怜悯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私密性隐瞒，咱唔敢开嘴，互人知的需要。今仔这个故事对你讲话，你通甲这个耶稣讲：耶稣，我若望到你，你的确要怜悯我，要拯救我。愿牧师甲恁分享这个故事，会当真侪你祈祷的感动，因为以心来讲。以心来拍算讲，也心里说：“我只要。”兄弟姊妹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来永远敢若听讲道，咱无采取迄个行动去领受，太可惜。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毋是敢若道理，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上帝所定着的福分，甲永远的活命。愿今仔日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白白伫主的面前，咱来得着。咱来看伊心内安怎讲。这个故事大概有几个主题。第一就是破病得了医治。咱今仔日若有病痛的人，你敢有期待耶稣伊的能力怜悯你、医治你？但请你会记，这个妇人人12年，为什么耶稣毋较早到？这12年的中间，我经历着伫人未当，但是伫上帝独独主耶稣才会当。第二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敢有啥物破空的所在？旧约的圣经合解书讲，你赚真多，你种做嘛真多，你努力嘛真多，但是你老的拢总无剩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咧底钱迄个地啊，你咧底钱迄个地啊。是破空的，所以见了上帝予你的祝福，拢落了了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家庭、咱的人生、咱的教会、咱的社会，敢有甚物破病、破空的所在？咱伫今仔日个故事中间，咱会当看见，信心是一切真重要的锁匙。所以耶稣甲这个妇人人讲。查某囝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因为信来得到生命的改变。第三、第四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重新甲耶稣建立一个新的关系。因为耶稣讲，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愿主当咱去有血漏、有破空，愿主耶稣伊的保护，搁一摆来充满伫咱打扫的生命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是有行动的。伊讲求就互你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咱开。听这句话上讲的，这句话上讲的，耶稣讲，求就互咱。找就拄着，拍门就会甲咱开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耶稣的身边，咱望着耶稣，无一定伸手，用咱的心，咱甲耶稣讲：耶稣，我需要你。圣经有真多这种的故事，包括街路的查某囝死去，耶稣讲无，伊困去；包括迄个百夫长，伊要求耶稣只要宣告就好。因为伊甲耶稣讲：“耶稣，你毋免去阮兜，我的老母破病真严重，你毋免去，你只要徛伫这个所在，甲我替伊祝福，伊就好啊。因为我做一个军官的人，我知影，我若发命令，代志就成就。遐你什么信心有800种，但是伫咱现实的生活中间，咱用什么种的信心？那咱伫这个故事中间，对一个重点。”感动你，拄则我有甲恁分享讲，什么上重要？咱的需要上重要。咱在座无共款的人，咱看着无共款。有的人信心软弱的人，咱感觉信心重要；有的人能力不足的，咱感觉耶稣的能力真重要；
有的人信仰的思想无明，咱就感觉这个负责人伊心中的拍算，这种信心信念真重要。有人感觉讲遐多不如行动。伫今仔日是我生命改变重要的时刻，伸出我的手来帮助咱的主耶稣。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故事，愿恁重新读去了，恁阁重新读一摆，然后用这个故事亲像一个镜，用这个圣经像一面镜，你摕来照你的人生。你问你家己讲，伫我的人生的中间，有甚么所在出了问题？迄老代表生命出了问题。兄弟姊妹，你我咱有大问题、小问题，大家人不共款，但是通通都有问题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礼拜，伊对咱讲话，互主这个负责人伊的故事感动咱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求你帮助我，亲爱的圣神，顶礼拜是圣神降临节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有这个负责人这种的信心，伊这种的智慧。智慧是因为伊的信，所以因为这个信心的目睭，伊就看到解决问题的上好的策略。咱敢有这种敬虔的目睭？咱敢已经建立这种敬虔的信心？咱讲，无论我拄着什么种的境遇，我的上帝的确无离开我。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当咱勇壮的时，当咱健康的时。当咱要个活跳跳的时，当咱要个充满平安欢喜的时，咱甲上帝讨，甲圣神讨讲，我要建立一个永远无受摇动的信心。主啊，帮助我要有超越环境的信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负责人心内拍算讲，这是一个假设性的思考。有真侪人有思考，但是行动少。真侪基督徒，咱的生命无法度真成熟，是因为咱想上济，但行动上少。这负责人伊的信心有一个假设，伊讲我若简单，伸手望着耶稣，我的病要得到医治。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。真侪基督徒祈祷的时，拢是假设讲上帝会听我祈祷。但是有甚物人，亲像这个负责人，伊遮尔确信，因为已经走投无路，已经无人通倚靠，无好的医生。照着路加讲，伊已经开了所有伊的钱，但是伊的问题并无得到解决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亲像这个负责人，咱点点来亲近咱的主耶稣。咱的耶稣知影，你点点来亲近伊，伊要压落来，伊要甲咱揽咧，伊要甲咱抱起来。你相信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有遮尔水的信心。这个负责人是咱信仰的妈妈，伊是咱信仰的妈妈。是2000年前发生的故事，记载伫这个圣经的中间，有千千万万的人来对耶稣，读这个负责人伊的故事，2000年还阁继续伫逐所在受人的纪念，因为伊的信。也这伊讲，就算只能够摸到耶稣的衣襟，就够了。兄弟姊妹，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。你会当安尼讲，只要我若出声讨，就够呀。这张相片放伫罗马天主一个梵蒂冈的礼拜堂内底，Sistine Church 迄个礼拜堂，西斯丁礼拜堂，足出名的世界名画。一个是上帝的镜头存出来，一个是阿当的镜头存出来。这个图咧代表人甲上帝第一的关系受建立。兄弟姊妹，伸出咱的手，伸出咱的手，你要发现，咱的爸爸
天父上帝早就已经伸出双手来等咱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发出咱的祈祷，祝福咱得到医治。耶稣通过这个故事，伊知影，伊讲什么人忘我？大家伊讲，我耶稣是我。主耶稣伫今仔日个礼拜时，我望着我阿妈滚这条破烂的十字架，主我亲就望着你，主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将你的能力享受伫我的生命中，也这你需要吗？愿咱常常伫咱的行程，咱甲耶稣讲，耶稣我需要你。就算这爱等12年，我嘛要等。但是主啊，乃通卖12年，伫即时刻，做你降临伫我的生命中。你望到耶稣吗？你信主做基督徒，你敢真正互上帝望到啊？这个我的主耶稣，伊甲多马讲：多马，你来望我的手，你来望我的肋骨，才有5个钉啊钉的记号，伫我的双手，伫我的双骹，伫我的肋骨。多马，你来望。基督徒若毋捌真正用基督的心安静，用你的心去望耶稣的肋骨，咱真困难体会耶稣疼咱甲愿意互伊的身躯受人的插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望上帝。愿即间教会大大小小，咱常常来到礼拜堂是欢喜丢跳入来。咱讲今仔日我要来互耶稣抱，今仔日我要来互上帝抱，今仔日我要来望上帝的三基，今仔我的上帝伫礼拜堂要抱我。伊甲我讲：其实你坐咧椅仔顶，阿杨恩你也坐咧椅仔顶。兄弟姊妹，你爱互上帝甲你抱，然后甲你放伫椅仔顶，讲你静静遮坐，我要讲话互你听。主对咱讲话，主甲咱抱，伸出咱的手来望上帝的衫。愿上帝的衫，伫即个礼拜准备讲道的时，上真欢喜。我去找到这张相片，这张图，拄则我甲你讲，当咱有耶稣的衫的时，当咱有上帝的衫的时，咱的上帝要压落来，伊要用伊的外衫，甲咱遮咧，甲咱抱咧，甲咱穿咧。这拄拄就是耶稣伫伊的讲道的中间所讲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恁会记吗？浪子的故事其实嘛定义着患血肉的属灵的生病的人，但是当伊倒来找伊的老爸时，伊讲：阿爸，我得罪天，得罪你，我未堪你做你的囝。但是恁会记得迄个爸爸安怎做吗？摕上好的衫互伊穿，摕伊手头的手指代表这个官兵，互伊挂。然后甲伊讲，倒来就好啊，倒来就好啊。愿今仔这个礼拜，咱无一个人无去互上帝笑，咱的天父上帝用伊的外袍，甲咱遮咧，甲咱扛咧。什么是上帝外袍？有2项，一项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，特别讲，我夜目看天，你所摆列的日过清晨，你会记迄个诗篇第8篇吗？特别是伫暗时，伫迄野外露营的时，拢无电火，只有野地的星甲月的光。人伫迄个上时阵容易看到大自然。伫迄个夕阳，咱伫田华路咧散步、咧行路的时，你会发现西边的天有迄个光，真水的彩色的光，夕阳。和规片的云拢无共款的色，代表就是看到这种情景，伊才讲上帝用阳光做衫，用伊阳光的袍来遮罩伫这个天地穹苍的中间。
上帝的外袍有两项，一项就是圣经这本册。当圣经拍开的时候，咱看到上帝所穿伊所有的形象。当咱生活在这个自然的境地的中间，上帝的圣心会唤起咱心中最无同款迄种的感情。愿天父上帝伫你的一生，用伊的外袍来遮罩你，互你穿上帝的衫的阳光，互你知影，咱的生命是代表上帝的尊贵甲荣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这是大笔所讲的话，上帝你用尊严、威严甲尊贵做衫，你用天顶的光来穿伫你家己的身上，亲像穿迄个外袍。这就是大笔的祈祷，大笔有一种想象的能力，因为圣神踮伫伊的内底，所以徛停停伫迄个天地中间。伊讲：我看天顶的日、月、星辰。我问我家己，我是什么人？兄弟，这是信心。咱对这个自然的境地一个图像，咱看到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上帝的奥妙，也就是圣经中间所讲的奥妙。圣经的作者伫人的限制，触摸不到，看不见。听不着，圣经的作者伫这种的人的限制中间，伊后来发现，圣神感动，无论异象异梦，伊所看到迄种的上帝的图像，就是上帝的奥妙。这就是代表的祈祷。伊讲我看你的镜头啊，伊甲家己想象上帝。上帝敢有骹镜头啊？上帝敢有手的镜头啊？因为我是人，所感受我是上帝的形象所创造，所以上帝甲我同款，伊嘛有穿衫，伊嘛有镜头啊。但是耶稣讲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爱用心神来敬拜伊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活泼咱的信仰的心。开咱的目睭，人算什么？上帝将伊的外袍穿伫浪子的身上，上帝将伊的尊贵、各种的本性穿伫咱的生命中。你相信吗？上帝的外袍，这个上帝就是圣神，外袍就是伊的能力，外袍就是伊的权柄，外袍就是伊的智慧。兄弟姊妹，咱活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需要一种的信仰。但无信仰的目睭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看神不是神。信仰的目睭，互咱看有任何的代志，咱有一个新的定义、新的观念。牧师已经几个礼拜甲恁讲，这个叫做宇宙观，这个叫做人生观。基督徒是有人生观的，就亲像代表讲，我伫暗暝徛伫旷野，我抬头看天，我看到日月星辰，我问我家己，我是什么人？兄弟姊妹，保罗讲，上帝对创造天地以来，上帝伊的形，上帝伊的性情，上帝伊的权能，明明通知，伫什么所在？伫这个所有受造的宇宙中间，上帝的本性，上帝的荣耀，这就是诗篇代表讲，这就是上帝的衫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毋是用肉体的目睭，是用咱信心的目睭来看到上帝。这个礼拜中，兄弟姊妹，愿咱穿上帝的外袍，是伊的主爱，伊的怜悯，伊的疼惜。主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保罗讲，恁穿了一个新的画面，一个创造宇宙的上帝，
要将伊家己的外袍，将伊的荣耀尊贵穿伫恁的身上。兄弟姊妹，毋通看见咱做基督徒，咱毋是干那礼拜日的基督徒。一年365日，咱拢是基督徒。你伫礼拜堂嘛是基督徒，你离开礼拜堂更加是基督徒。因为上帝将伊的阳光的衫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搁一摆，甲你的领，甲你的衫领，甲你扣好势，甲你搬搬咧，叫我整齐。伊讲我的查某囝，我的囝儿，你代表我，带我的阳光，甲我的祝福，到伫你身边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愿圣神帮助咱有敬虔的心性。所以，咱要形容信仰，讲要啉清气的水，爱摕清气的杯仔来啉。恁会记迄句话无？咱若要啉清气的水，爱摕清气的杯仔来啉。咱若要看上帝嘛，爱有清气的目睭。愿天要上帝赏赐咱，什么叫做清气？真实。兄弟姊妹，你爱追求100%真实的生活。咱会当伫外人的面前打扮的不一样，但是一定要很真实。咱的内，咱的外，拢爱有清气。愿天要上帝帮助咱。祝福恁，亲像司提反。司提反是一个伫新约中间头一个耶西米家荣耀耶稣的人，伫圣经的记载。伊伫最后人生的最后的时刻，面对死亡的惊吓。这段圣经何等的应允！伊讲圣神充满司提反，伊抬头看天，伊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我说今仔日不邀请恁读这段圣经，是代表对心中的一个祝福甲期待。上帝的圣神充满恁每一个人，上帝的圣神开恁的目睭，互咱知影咱的生命是尊贵的，咱是上帝尊贵的查某囝，天要为你开，毋是干那为司提反开。阿们吗？愿天要上帝对恁讲话，因为今仔日伫这个所在，伫圣餐的饼，伫圣餐的杯，伫这所在有耶和华所定着的祝福，有永远的福气。但是在咱旁边的时，你会记得，迄个杯中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、宝贝。主耶稣望着咱，伊伫咱的内底，咱嘛伫伊的内底。愿天要上帝将这种的神放伫恁的内底。顶礼拜牧师伫迄个圣神降临节所读的经文中，敢有其中一句：踮伫你内面的圣神，要互你明白上帝的奥妙；踮伫你内面的圣神，要互你明白你的人生事。你的人生会怎样？上帝知，上帝计划，上帝掌管。愿天要上帝帮助。最后，我要甲恁讲一个真严肃的祈祷，兄弟姊妹。爱看咱家己生命什么所在出问题，一个基督徒爱做一个会晓反省的基督徒。反省是成长的祝福，无反省就无成长。反省的人就亲像这个血流的负责人，伊伫主的面前心内拍算，伊将伊的问题提到耶稣的面前。一个反省的人，伊的生命必得改变。咱的生命、咱的人生、咱的家庭、咱的教会、咱的社会，迄流代表破口。咱的社会有问题无？有。咱的家庭有问题无？噩梦无？咱的人生、你的灵魂有问题无？有咱唔敢讲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咱中间。每一个人都有咱唔敢讲的乱象，包括牧师。但是兄弟姊妹，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圣餐咱捧一个杯，主耶稣你用你的宝血洗清我，主你医治我的血流，主你解决我的问题，你做我的防火墙。今仔日
全世界最近咧流行一项就是勒索信件，恁有收过无？我想可能多数人拢有收到哦，因为听讲台湾已经有2000几万的电子信箱已经互人盗用。主耶稣的保护是咱的防火墙，兄弟姊妹，当咱拄到一个勒索信件的时候，是代表咱内底有问题，外口嘛有问题。咱来处理内底问题，咱嘛来处理外口的问题。主对你讲话，不是无事对你讲话。破口代表你的生命的流失，代表你的灵命的孤单，代表有魂无体。稻草人无真正的灵魂，伫信仰的画面中间。所以合该书讲，恁爱检查恁家己，要审查自己。这句话非常圣经中间真重要。伊讲：恁种做济，收成少；恁食袂饱，恁啉袂饱，恁穿衫穿袂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既然耶和华所定定的福气，永远的画面。放伫你的手中，但是你的钱袋啊内底，你的生命的袋啊破去。所以耶稣讲，敢有人摕新布补伫旧衫顶悬？敢有人摕新皮囊、新酒去底伫旧皮囊的内底？你会记迄个故事吗？咱的生命毋是补破网，迄老的妇人人毋是耶稣甲伊补破网，咱的生命是更新。新的心、新的灵、新的画面，咱无搁再穿旧衫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主耶稣保护要真做咱的防火墙。上帝话要真做咱的关台，真做咱的地基。做基督徒是不妥协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所以以弗所保罗讲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你心中若有情欲欲望，你对你有当的事，用主耶稣的权柄拒绝这种的诱惑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顶礼拜咱嘛有读到一句：圣神降临在应允，圣神要赏赐咱一个新的灵、新的心。恁顶礼拜有得到吗？唔知，免烦恼。已经得到，两牧师你该知。恁今仔过来做礼拜，就是代表恁脚步，恁爱相信，一个看袂到的圣神，自从你愿意认捌伊迄个时阵开始，到永远伊袂离开咱。恁爱相信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会破壳，主要甲咱补满，咱的灵命要得到更新。患血肉的妇人。咱嘛是其中的一个，咱的灵命要得到主耶稣的保满，这叫做分别罪性。主要用伊的手，将一个新的画面 ，Apple 或者一寡有保固的这物件，你若送去修理，因真侪时阵毋是甲你的零件做修理，伊规个换新互你。上帝所创造咱的生命，终身保固。只要咱的愿意，愿咱安尼想，咱就今仔日的祈祷，你会当伫真你私密性阴暗、真安静，伫你家己要困的你的卧房，你恭敬的跪下来祷告。上帝，我要求你的三支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耶稣，愿敬拜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差遣来到我的生命中的救主。你的神就是圣神，就是保惠师。愿时时刻刻拢要活伫你圣神的内面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求你拥抱我们。求你帮阮的生命，求你抱阮，求你用你的外袍遮砍阮的见笑。
互阮赤身裸体，得到上帝的荣耀的本性，惹早阮温满的见效，互阮得自由，医治阮，讨帮阮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赐责，所有伫这个中间对阮的兄弟姊妹的搅扰，迄个黑暗的关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赐责伊离开。阮的主耶稣荣耀掌权，因为阮的生命已经属于伊，是伊所赎回。哈利路亚！荣光归于天父上帝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